大家好，歡迎收睇 A&D Channel。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將會喺4月27號星期日喺香港文化中心隆重舉行，而當日 ViuTV 99台亦都會全程直播紅地毯同埋頒獎典禮盛況。而大會早前就發布咗男女主角候選人嘅造型照，今日就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今屆5位獲提名最佳男主角嘅演員，包括許冠文、劉青雲、郭富城、林峰同埋游學修。榮獲首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嘅許冠文，喺40幾年之後，再憑破地獄角逐影帝。佢今次收起冷面笑匠嘅形象，飾演一個古板嚴肅嘅喃嘸師傅，思想守舊，重男輕女，對外人執着，對子女苛刻。佢早前喺2024年度香港電影導演會年度大獎之中，已經率先獲得一眾香港導演同業評選為最佳男主角。郭富城喺臨時劫案之中飾演悍匪，喺戲中哨牙爛耳，無論外形同埋說話方式都十分騎呢，係一個連打劫都要講道理、有禮貌、重原則嘅劫匪。郭富城今次嘅演出跳脫，絕對令人眼前一亮。曾經3度奪得金像獎影帝嘅劉青雲喺爸爸片中飾演一家之主，生活原本平淡溫馨，但因為妻女被患有精神分裂症嘅兒子殺死而家破人亡。佢作為幸存者，一方面想極力維持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又要處理同兒子嘅親屬關係。劉青雲已經先拔頭籌，喺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擊敗亞洲其他影帝級演員，勇奪最佳男主角。今屆最佳男主角候選人入邊，仲有《九龍城寨之圍城》嘅林峰，同埋《看我今天怎麼說》嘅游學修，兩位都係首次獲提名角逐金像獎影帝。喺《九龍城寨之圍城》入面，林峰飾演由大陸偷渡嚟香港嘅孤兒，為咗逃避黑幫追殺，誤打誤撞走入城寨，之後目睹城寨入邊嘅救命恩人同埋好友被仇敵追殺，決心為佢哋報復。游學修喺《看我今天怎麼說》入邊飾演為自己聾人身份感到自豪嘅青年，用手語作為母語，追求自在嘅生活。游學修為咗演出呢一個角色苦練手語，成功展現聾人生活上面對嘅挑戰。佢嘅演出充分表達到呢一個角色嘅自信。今屆嘅最佳女主角候選人包括衛詩雅嘅《破地獄》、鍾雪瑩嘅《看我今天怎麼說》、譚善言嘅《苦讀筆》、許欣怡嘅《久別重逢》同埋歐嘉雲嘅《從今以後》。今屆嘅最佳女主角5位候選人，無論係邊一位勝出，都會係佢哋首次攞到影后。衛詩雅上年以不日成婚而獲得提名，今屆以破地獄再度角逐影后。為掌握破地獄儀式入邊嘅複雜動作，佢用咗9個月刻苦練習。戲中嘅佢因為喃嘸師傅嘅父親重男輕女，一直同父親關係疏離。直到父親過身，睇到父親留俾佢嘅愛的遺書，先得以釋懷。鍾雪瑩上年已經首次提名最佳女主角，今次憑住看我今天怎麼說嘅聾人角色，上年榮登金馬影后。佢喺戲中好用心咁設計咗素欣呢一個角色嘅特殊說話腔調同埋苦練手語。用精準細膩嘅演技，將片中聾人女主角嘅心路活現銀幕。許欣怡以清新活潑嘅形象出道，喺奇幻愛情電影《久別重逢》之中飾演高中女學生，用一張唱片同男主角結識，
仲發展出一段清潔嘅愛情。譚善言喺《苦毒筆》入邊飾演一位新手媽媽，專登增磅，令到外形更加似產後婦女。佢喺戲中嘅角色，對內要照顧初生嬰兒同埋家庭矛盾，對外呢要面對工作同埋被辭退嘅壓力。由一開始嘅堅強性格，到最後嘅精神崩潰，展現出在職媽媽喺社會上面承受嘅重擔。區嘉文係一位資深舞台劇演員，近年先參與電影演出。佢憑住精湛演技喺第39屆金像獎榮獲最佳女配角。今屆喺從今以後入面飾演女同性戀者角逐影后。戲中佢同居超過40年嘅愛人突然離世，原本同佢親厚嘅伴侶親人，因為喪禮同埋遺產分配問題同佢出現分歧。區嘉文喺戲入邊冇刻意強調同性戀，反而展現出一種無分性別、細水長流嘅情感演繹。好啦，今日我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希望大家鍾意呢一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 我。留言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